嘅時候咧，前面咧叫關領依然佔先啊，九龍飛咧一路搖下搖下咁樣咧騎咗出嚟㗎啦。中間嘅位置追上嚟有陸準之威㗎，咁啊外檔嗰邊咧仲有咧就係呢個聚寶區啊，茂連精英㗎嘛，入到最後100米路程啦，九龍飛佔先，但係聚寶區幾個節目喺中檔咧就殺咗上嚟㗎啦。中間咧仲有呢個陸準之威，大外檔驍勇奔騰真旺財過中呢第一名聚寶區啊，第2名4啊嘛影相啊，再後邊嘅第3位咧仲有黑生步步穩啦，埋邊嘅包裝大師啊，中間上嚟有隻好日子啊，大外檔嗰邊咧就係呢個好利威啊，友誼至上啊，巴巴趕緊車嚟啊，大外檔嚟緊㗎啦，最後200米啦，前面再領風騷貼欄佔先，但係中間友誼至上，第一隻衝緊上嚟，大外檔做呢個好巴巴，再入邊步步穩，鬥到最後100米，友誼至上仲係佔先啊，外邊上嚟自由好，出邊好巴巴，過咗第1名友誼至上贏啊，第2名咧就有呢隻自由好啊，前面透出嘅馬咧仲係呢個王者無敵，中間追上嚟有呢隻榮彩繽紛啊，向入邊精彩鬥士弊啦，打困籠啊，中間追上嚟嘅馬有大印銀紙，跟住佢一齊出咗一直震撼啊，外邊上緊嚟準備就緒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戰利品透出咗大印銀紙直震撼出邊追佢，向埋邊仲個醒目名區，最後100米戰利品仲係佔先，直震撼同埋醒目名區分列2-3米，接近終點打俾你贏啊，戰利品第2名有直震撼同埋醒目名區係相當接近啊，結果打比大賽潘頓蔡約翰咁啊合作嘅坐騎就係呢匹戰利名嚟㗎啦，後啲先有朦朧美泰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智多飛佔先，中間紅色禮物上緊嚟，再喺外邊多明利亦都踩緊油啊，埋邊位置仲有啲多產作家攝入內欄黃衫，仲有呢個多利德啊，最出上緊嚟朦朧美泰，最後100米啦，多明利已經係透出㗎啦，外邊朦朧美泰追緊，埋邊仲有多利德接近終點啦，國際評冠軍係呢隻多明利贏啊，第2名影相啊，有朦朧美泰同埋多利德要影相啊，咁啊第4名呢有呢隻紅色禮物啦，多產作家亦都接近，有呢隻新寫實派，外邊妙星傳承上，馬林中間呢仲有善德福等緊位，外邊係明月千里啊，最出位置仲有呢隻私人之言上緊嚟，鬥到嚟最後200，馬克羅斯走甩咗個幾身位啊，明月千里第2位，埋邊咗個新寫實派，後啲隻馬呢仲有醒目層次善德福，接近終點，馬克羅斯贏出香港杯，一方到底跑第2名明月千里，第3名嘅馬呢就新寫實派善德福應該係第4啊，結果咁啊繼美麗傳承擺喺前面走，贏咗場1里錦標咁啊掟埋出去嘅馬，仲有黃龍福將電腦9號呢，咁啊響內欄爆尾喎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合衝共濟仲係佔先少少，烈風中檔上嚟，知道再勝追緊，出邊灰馬仲有進龍區，大外檔係鴻運泰斗啊，最後200米到烈風透出啦，外邊進龍區追緊佢，中間仲有知道再勝，係好多層嘅馬呢，仲有鴻運泰斗接近終點，潘頓今日第7 win。烈風啊，第2名嘅馬立上彎入直路啦，電源之區就過咗雅典武士，見到中間位置就係觀天下追緊啊，外邊上仲係連連幸運啊，再喺馬林中間追嘅馬仲係拍馬難追，出邊多利彩區最出嗰邊仲係隻有財有勢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觀天下拋嚟1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連連幸運，出邊有財有勢，中間多利彩區上緊嚟，結果觀天下成為咗潘頓真係打破紀錄嘅頭馬。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都以一個相當咁啊，個個入直路啦，8000C就佔先半個身位入嚟，中間嘅馬數佢金鑽貴人外邊衝有福日後多針嘅馬，入邊就好眼光，外邊追跟上嚟，仲有速遞奇兵啊！最後300米到金鑽貴人拋離咗後邊嘅對手有個幾身位，福日響第2位，外邊位置仲有速遞奇兵，入邊就係好眼光，接近終點，金鑽貴人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，跑第2名，速遞奇兵啊！福日跑第3，第4名係好眼光啊！結果呢隻金鑽貴人真係成為歷史時刻嘅其中一隻非常好嘅良駒啊！頭關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第2關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尾關香港速度系列主席短途獎3場都贏晒。先見到咧大禁令啦，咁啊橙衫啊，就白色鼻箍嗰隻啦。咁啊再後啲先至見到咧閃埋去，仲有呢個卡女郎嗰啲嘅。入到嚟最後咧就400零米，見到前面咧小騎流水走咗出嚟嘅噃，首先逼上嚟嘅咧就係有呢隻平息以待啊。另外亦都見到咧埋邊啊繡球花打起上嚟唔好勁嘅，中再望下小騎流水越嚟越甩嘅，睇下可以贏㗎啦。平息以待越追近追唔追得到啊？第1名嘅小騎流水，第2名嘅就係平息以待，第3名嘅就係獨掌全權。
小橋流水。贏啦！小橋流水，有型格伏住第三嘅呢咪奇到喺外檔咧就紀論盡下個第4位，中間咧走緊上嚟就哥爾達啦，掟出外檔嘅李察先生嘅出邊都冇英雄咁樣嘅，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面帶緊頭咧呢個時候咧仲係啊呢隻嘅白山明月喎，呢個時候咧有型格上嚟逼佢先啊，走出去外檔嘅咪奇島啦，然之後內檔咧哥爾達未斷得晒㗎，去咗200米嘅時候前面帶緊頭咧仍然都係白山明月未斷喎，咪奇島冚到上嚟啦，有型格咧打落去反應都仲未有啊，仲交出嚟，前面白山明月啊鬥緊呢隻咪奇島，有型格咧後勁嚟啊，3兩個節目追上嚟，睇可唔可以追得到啦？嗰張手咧有型格贏啊，第2名好接近啦，仲有呢個咪奇島同埋白山明月嘅，有型格克服到濕地，犀利啊！有型格，為我哋香港贏第1次嘅高重複紀念賽，潘頓好嘢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馬克羅斯開始慢慢比住噶啦，時時精彩咬住佢唔放啊，兩隻馬拋甩咗後邊個零身位，天滿意進佔第3，中間呢龍鼓飛揚打邊啊，等內欄嗰邊仲有呢隻幸福掌聲，掟到最出就英雄烽煙四起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馬克羅斯響埋邊，出邊就時時精彩，再後邊有天滿意響第3位，袁蘭追緊上嚟，仲有呢隻幸福掌聲，大我當就英雄啊，鬥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時時精彩呢就已經將馬克羅斯拋離咗2個馬位，外邊天滿意喳喳聲上緊嚟，再後邊嘅馬呢，仲有英雄呢，入邊幸福掌聲，接近終點，女王杯嘅得主啊，時時精彩，潘頓今日都贏翻場啦，跑第2名係天滿意啊，第3名英雄，第4名係幸福掌聲。中外檔追嘅馬呢，咁啊有銀騎士啦，咁啊偷入邊上嘅馬，粉紅衫粉紅帽，仲有禪聖閃亮啊！大外檔量子猴王追緊上嚟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永福佔先少少，共建世界響佢外邊呢，睇個勢似乎要殺上嚟同佢一齊鬥噶啦。咁中檔位置全能勇士，大外檔仲有隻量子猴王啊！最後100零米，共建世界透出啊！全能勇士越逼越近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共建世界埋邊。追上嚟嗰隻呢就好犀利㗎啦，細隻啲嘅全能勇士埋邊啊，永福第4名，出邊係量子猴王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共建世界喺香港嘅第1次上陣，咁啊入彎，咁啊直逼嗰隻永福啊！睇下潘頓有冇機會憑呢隻共建世界贏出第2000場嘅頭馬。到手啦，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美麗傳承擠離咗大約個半身位，見到中間位置嘅馬有星洲司令追，外邊以奇用兵掟到最出，仲係跳出香港馬林中間4季王，最後200米咁啊見到美麗傳承騎師潘頓望喺後邊呢，拋離咗3個身位啊，後邊嘅馬有星洲司令，中間4季王入邊精明才子接近終點啦，富衛保險冠軍1哩賽美麗傳承贏跑第2名，星洲司令。第3名呢隻呢就精明才子啊，第4名係4季王啊，咁啊結果呢匹真係馬王啊，美麗傳承成功直落已經係贏到今季跨季啊，計埋上一季已經係第9 win 啊，冠軍1哩賽嘅得主大魔團隊啦，美麗傳承。應高升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入邊呢仲有紅眼罩嘅舉步生風啦，外邊追有李健夢境啦，最出嗰邊係驕陽明區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擠離咗大約2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上嚟噶嘛，有舉步生風啦，李健夢境啦，馬林中間穿上嚟，仲有隻精算步雪啊，嘉應高升20連勝，輕鬆拋離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，李健夢境第2，精算步雪第3，咁啊第4名。埋邊位置舉步生風係咪機會大啲呢？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再次打破自己所做嘅紀錄，取得第20連勝啊！咁啊而喺3冠短途系列裏邊，先攻陷咗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贏埋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嘅戲肉主席短途獎啊！輕鬆將對手擊敗，拋離夜馬，再度成為3冠短途王。